写予学生朋友的代志39，好夜的秘书陈雷。咱逐日看新闻电视，不时会看到报告，某一个国家今年总生产价值 GDP（Gross Domestic Product） 增加几%拄几%，增加大家欢喜，减少大家批评。对 GDP 这款注重是现代政治经济的主流，为美国借有钱淹骹目的中东，到饥荒的非洲，好野产拢同款。我想，这款看法有两项基本的错误。第一是把 GDP 这个数字的重要性估价过头，当作是政府上重要，甚至全部的成就，其他的拢无要紧。亲像伫中国，县长、省长要升官，看迄个所在 GDP 5%比4%升较紧。当然 ，GDP 袂当代表全部的政治成就，伊单单是估价物质生产的总量。GDP 愈悬，社会物质消费愈济，但是伊并无甲非物质的生活，也就是精神生活的品质甲总量算在内。这其实应该是同款重要，甚至搁较重要，因为咱人的生活毋若有物质的要求，当然有精神心理的需要。咱若想过强调物质生活，就变做消费动物 （consumer animal）， 当然毋是好事，因为会造成无需要的资源浪费。第二个错误的观念是 GDP 每年拢着增加，增加愈济愈好，会使增加，袂使减少。这款想法毋但无合理，而且无一定必要。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哪有可能每一个所在 GDP 永远继续每年增加？所以这是无合理的想法，袂当继续担当的要求。过来，上重要的问题是，敢有这款的需要 ？GDP 敢一定着每年增加？美国有电影明星，穿为伊定做的水衫，一输穿一摆，共输穿第二摆，惊人笑。因敢需要搁较好野？我想答案是看所在。伫多数人散乡的非洲有需要，伫多数人好野的美国、中东的石油国家应该是无需要。伫美国，较大的问题是好野产无平均，毋是 GDP 无够。GDP 若是甲人口的增加减少率同款，消费的水准就会当维持同款。什么时阵、什么国家 GDP 会使毋免增加？应该有专家来估计。上界重要是，经济的发展应该有一个上拄好的界限 （optimal limit）。达到这个上限，每年照人口的增加、减少来调整，毋免搁另外实质的增加。资本主义要有久长性的存在，需要实行这个新观念。每一个财富拢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上限，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上大的挑战。